最不想和哪种人去钓鱼？第一种，番薯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出巨物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，不然钓点就没了。知道了，大才，这你就放心吧。你把位置发我，我明天去帮你打好窝子。第二天，我去，番薯哥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大才，这些是我朋友，他们也来玩玩。第二种，大才，要不收竿了？不是，番薯哥，我们刚坐下没10分钟你就说收了，不想钓了，收竿吧，都没有鱼吃的。窝子才打下去没10分钟，屁股都没坐热，你就说收了。我们驱车上100公里，你就说收了。第三种，番薯哥，你干嘛？打我啊，把鱼诱过来。你打这么多，鱼都喂饱了，这还怎么钓？大才，你懂个锤子，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懂，你懂不懂啊？